我们要拍一部所有中国人都想看的电影。沈清，李小龙去世后，功夫片沉寂了3-5年，好莱坞拉走了我们多少观众？我要把观众抢回来。咱们是能拍出星球大战，还是做出大白鲨？我自有办法。美国电影没拿票房年冠的那几年，榜1都是喜剧。你不会是要拍喜剧片吧？对呀，服了！我寻思你要拍什么新鲜玩意儿。热知识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比中国人更爱凑热闹。那我就拍个热闹出来，什么艺术性思想性，通通不考虑，情节上实到底。好人不会死，坏人死了也要复活，消除一切严肃的成分，然后把能找来的明星全都找来。听起来像是要花很多钱做一部史诗级烂片。不是接地气。我问你，还有什么是我们有的好莱坞永远抓不住？最传统和俗气的部分，过年的情绪。我们在春节送上祝福，观众不是来看电影的，而是图个热闹，顺便讨个彩头。大过年的，谁去看电影啊？